好，我们来到朋友的商店，我们进去看看吧。好，我们来到了商店，商店的藏语呢叫做葱康，葱康，葱呢是卖，康呢是房子，所以葱康呢就是卖东西的房子，葱康。好，那所以呢买卖做生意呢叫做葱脚，葱脚。商人卖东西的人呢就叫做葱巴，葱巴。哦，葱巴呢就是做买卖的、做生意的、卖东西的人。好，那老板呢我们可以说葱奔。葱奔，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景大，景大呢，它可以当金主、施主、功德主。那这边的景大指的是发薪水给员工的人，所以景大呢是老板。好，那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叫做累密，累密。好，累呢是累尬工作的意思，密呢是人，累密呢就是做工作的人，工作人员累密。好，所以葱巴，生意人、商人、卖东西的人，葱奔老板。景大老板，好，然后工作人员累密，累密，好，然后呢，商店呢就叫做葱康，葱康。卖东西呢，卖，好，这个动词藏语呢是葱，好，那葱呢是现在式，好，那它的过去式呢是种，种，好，那它的未来式呢是中，中，好，那它的祈使句命令词呢是冲，冲。好，所以呢，过去式种，现在是葱，好，未来是中，好，然后呢，祈使句、命令句呢是冲。好，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商品哦，商品的藏语呢叫做纽恰，纽恰，就是我们要购买的东西，所以呢，购物呢就叫做纽恰 gap， 纽恰 gap， 好，所以呢，我要去购物，我要去买东西，可以说啊，纽恰 gap sa drugi。啊，纽恰 gap sa drugi， 好，那另外呢，买东西我们可以说加辣牛，加辣牛，好，加辣呢是东西，牛呢是买，好，所以呢，牛呢可以当现在式跟当未来式，好，那它的过去式跟祈使句呢是牛，牛，好，那我要去买东西，我们可以说啊，加辣牛瓦 drugi， 啊，加辣牛瓦 drugi。好，那加辣牛啊，做牙龈也可以，口语。好，这边有卖菇，好，菇类的藏语呢叫做虾摸，虾摸，好，虾摸呢就是菇。好，这边有卖蔬菜，好，所以菜类的藏语呢叫做菜，菜，或者是吃吗，吃吗？好，那如果我们要讲绿叶青菜、绿色青菜，青菜呢叫做我菜，我菜，我呢是蓝，哈。那我菜就是青菜，我菜、我吃都是指青菜。好，白菜呢叫做白菜，白菜这也是来自汉语的白菜白菜，白菜。好，我们看到这边有玉米，好，玉米呢叫做阿松，阿松，然后还有茄子，茄子呢叫做多鲁玛，多鲁玛，然后呢还有马铃薯，马铃薯呢叫做手阔。手阔，好，那萝卜呢？白萝卜叫做喇布，喇布，好，那喇布呢，应该是来自中文的萝卜，好，那在印度的话呢，马铃薯我们会讲阿鲁，马铃薯的印度话呢是阿鲁，好，阿松，多鲁玛，手阔，喇布，好，那这里呢有 yogurt， 好，所以呢 yogurt 呢藏语呢叫做手，手。好 ，yogurt 呢叫做熟。好 ，cheese 呢藏语叫做 chura，chura。好 ，chura 呢就是 cheese。好 ，chura， chura 呢就是 cheese，chura，chura。好，这边有卖奶油，奶油、酥油藏语呢都叫做 mar，mar。好 ，mar 呢就是奶油。好，巧克力呢叫做 chocolate，chocolate。chocolate 呢，它是来自英文的 chocolate， chocolate， 牛奶的藏语呢叫做我妈，我妈，我妈呢就是 milk 奶。那如果我们要讲羊奶，那羊呢有 ra 山羊 ra， 以及 look 呢是绵羊。那这边有卖羊奶，如果是绵羊奶，我们就叫做 logi 我妈 ，logi 我妈。那如果是山羊奶，就讲 rai 我妈 ，rai 我妈。
那一般呢，我们只要讲我骂，我们就知道是讲牛奶哈。好，饮料能饮呢叫做去掌墨，去掌墨那个去是水，掌墨呢是能，好，去掌墨呢就是能饮。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说甜的饮料会讲去阿摸，去阿摸，去呢是水，阿摸呢是甜，好，那去掌墨，去阿摸，哦都是指饮料能饮。好，那这边有蛋，蛋的藏语呢叫做果啊，果啊，果啊，或者是把果啊两个结合起来念拱，拱，好，所以呢，鸡蛋呢叫做甲公，甲公，甲呢是鸡，公呢是拱啊，好，所以甲公就是鸡蛋，拱啊，拱啊。那这一区呢是卖肉类的哈，所以呢肉的藏语呢叫做下，下。下呢就是肉，那要讲哪一种肉呢？我们就把那个动物的名字放在下的前面，好，所以呢，鱼肉呢就叫做娘下，娘下，那鸡肉呢是甲下，猪肉呢是帕下，牛肉呢是啷下。好，那这一区呢是鱼肉哈，所以鱼的藏语呢叫做娘，娘，好，所以呢娘下呢就是鱼肉，娘下，娘下。那鸡肉呢叫做甲下，甲下，甲呢是鸡，好，所以甲下呢就是鸡肉，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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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牛肉呢叫做啷下，啷下，哈，啷呢是牛，那下呢是肉，所以啷下呢就是牛肉。好，牛肉呢叫做啷下。啷下哦，啷下呢是牛肉那在藏区呢有那个牦牛肉，所以牦牛叫做 yak， 所以呢牦牛肉呢就叫做 yak 下， yak 下，啷下，啷下，啷下。好，那猪肉呢叫做帕下，帕下，好，帕呢是猪，帕巴呢是猪，好，所以帕下呢就是猪肉。帕下，帕下，帕下。香肠呢叫做狗妈，狗妈，狗妈呢是肠子哈，所以呢我们讲狗妈就知道是香肠，狗妈。好，这边有卖馒头，馒头的藏语呢叫做鸡摸，鸡摸鸡摸呢是馒头。好，水果的藏语呢叫做星豆，星豆，星豆呢是水果。好，香蕉呢叫做昂辣，昂辣。那在印度呢，我们会说吉拉，吉拉。那是受到印度话的影响，叫吉拉。那藏语呢，它叫做昂辣，昂辣。柑橘类，柳丁、橘子，藏文呢叫做擦路马，擦路马，擦路马。好，柠檬呢是林布，林布。林布呢是柠檬，林布。好，苹果我们有学过是菇树，菇树，菇树呢是苹果，菇树。好，石榴呢叫做塞柱，塞柱，塞柱呢就是石榴，塞柱。好，洋葱的藏语呢叫做棕，棕，这应该是来自汉文棕，棕呢就是洋葱。好，姜呢叫做嘎木，嘎木。嘎木呢就是姜，嘎木。好，蒜头的藏语呢叫做果巴，果巴，蒜头呢是果巴。好，那这边有卖面粉，好，面粉的藏语呢叫做卓西，卓西。卓呢是麦，西呢是把它磨得非常细的细细的粉，好，所以呢卓西就是面粉，卓西，卓西。面粉。那我们看到这边有卖面所以面呢藏语叫做 tukba， tukba， tukba 呢就是面。那种面条因为是从汉地传进去藏区的，所以有些时候面条呢他们会叫做 gatuk， gatuk。tuk 呢是面， ga 呢是汉地或者是中国，所以 gatuk 汉地的面，中国的面面条 gatuk。这种面条呢可以叫做 gatuk。gatuk。好，那 tukba 呢其实就是面。那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像拉面那个面疙瘩一片一片的，我们叫做 tentuk。tentuk。
那如果呢把米或者是饭加很多水下去煮成稀饭粥糜，这个藏语呢叫做 J-tuk。稀饭热度rice noodle yum. 哦 rice porridge. 哦。好，那比如说我们煮燕麦粥、麦片粥，把它加多一点水下去煮成像粥一样的，就可以叫做 J-tuk。那或者是说像糌粑，你加多一点水下去，把它做成像糌粑糊，有一点类似我们的米糊这样子的，叫做糌tuk。好，这种 pasta 还有那个 macaroni 这藏语呢叫做 bu 呢是虫，所以它的那个造型小小短短的，像虫子，所以呢就叫做 bu tuk。好，那这边呢有卖米，不管是生米还是煮熟的饭，藏语呢米饭呢都叫做 j， j 呢就是米或者是饭 j。好，这边呢有卖各式各样的豆子，所以豆子的藏文呢叫做 senma。senma 呢就是豆子 senma。那这边还有卖果汁，所以果汁的藏语呢叫做新豆夸。新豆呢是水果，夸呢是汁汤，所以呢新豆夸呢就是水果汁，果汁呢就叫做新豆夸。好，那酒类呢藏语叫做枪呢就是酒枪。好，然后呢煮菜我们需要用到油，那油呢在藏语呢就叫做 nun。nun 呢就是油 nun。好，那这一区卖的呢是调味料，调味料呢藏语叫做虾面。虾面呢，虾呢是肉 ，man 呢是药，所以呢加进去呢把肉变得很好吃的药，就是调味料虾面。盐巴的藏语呢叫做擦呢就是盐巴擦。好，那砂糖呢藏语叫做杰玛嘎拉。杰玛呢是沙，嘎拉呢是糖，把糖磨得像细细的沙，所以杰玛嘎拉就是砂糖。那在印度呢，我们受到印度化的影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说基尼，糖就是基尼，杰玛嘎拉基尼。好，这边有姜黄，姜黄呢叫做嘎塞，嘎呢是嘎木姜，色呢是黄色，所以呢嘎塞。好，那醋呢？藏语呢也叫做醋，它是外来语，来自于汉语的醋。那如果在印度的话，有时候我们就直接讲英语叫 vinegar， 醋。好，蜂蜜呢叫做掌鸡，好，掌鸡呢就是蜂蜜，掌鸡。好，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茶，所以茶类呢叫做夹，呢就是茶。好，那这边有卖那个咖啡呢叫做 cikja， 呢是烧焦掉 cikja， 焦掉的茶 cikja 就是咖啡 cikja。好，毛巾浴巾呢藏语叫做 ajor， 呢就是毛巾或者是浴巾 ajor。好，那袜子呢叫做 usuk， usuk呢就是袜子 usuk。好，这边有卖内裤呢藏语叫做 chire。好，那在印度呢受到印度化的影响，我们会说哈边。好，所以内裤呢叫做 chire。洗头发用的洗发精，洗澡用的沐浴乳，洗脸用的洗面乳，洗手用的洗手乳，或者是洗碗用的洗碗巾，洗衣服用的洗衣巾，这些清洁用、洗洁用的洗涤剂、清洁剂呢，都叫做打贼。打呢是干净，贼呢是物质，所以用来清洁、洗涤干净的洗洁剂、洗涤剂都叫做打贼。香皂、肥皂呢，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呢，叫做乙基，它是外来语乙基。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购物特辑，我们下期见，就是这。